今年第1号风台有机会伫咧5月份来形成。目前伫咧菲律宾东南边海面的热带扰动，有可能会成做热带性低气压了后，搁再发展做今年西北太平洋海域的头一粒风台。有专家讲，初步来看，对台湾目前是无直接的影响。不过，这风台路线变数是真大，要爱搁继续来追踪甲观察。因为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，在北部、东半部地区，在早晚的时候，在28、29甚至到30号的清晨，都还是比较偏凉的。半时开始，如果有一波方面会通过台湾，会一直影响到拜六。天气风险公司分析，虽然目前气象署定义5、6月是梅雨季，不过会有较大雨势。梅雨方面，一般拢是伫咧西南风建立了后，所以影响较大的剧烈梅雨方面，大约是伫咧5月中。因为怎么伫咧菲律宾东方海面上的扰动有发展的条件，那发展成做风台，有可能是转向型路线，不过变数也阁真大。应该会在5月1号的前后，强度就会明显的继续增强。后续它会沿着环境的死流场的导引、采抛物线的方式远离，一直会朝着日本的南方海域进行。专家讲，初步看起来，对台湾应该是无直接的影响。不过因为时间也够久，世界各国模式也拢一直伫咧做调整，有七个路线也拢无同，有部的变数也真大，将会继续追踪观察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